且大家第100楼的师傅都知道要怎么样取消张伯谦哎，很厉害。师傅刚刚都来选好个切片，哈哈，佢來唔出咧。唔出。然後香港表嘛計，幾下啦，乜表啦？有冇啲麻嘅？一表嘛咧。哦，好比例，好道理，好道理，好道理。其实你一开始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摸着按头，你真的做不来。哇！有人会怕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在那边挡着。你各位盐酥鸡开店喽！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哦利其器。哎呦，你爱气嘛，改气一点啊。哎，马盖气，没动气，你要斗的气哦。因为你过去有点吵，你留在这里，拜托，终于有亲近的时候，别用吵一把呀，呀，姑娘老给妈妈还一样。阿婆係國小嘅老師哦，線上哦。冇啦，線上打農業打好衝啦。好啦，我關都冇啦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手語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數開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來到花蓮一道邊啊，就希望用笑下下。係啊，哎呀，天時真嘢咁好。雖然講係同養熱頭啦，我嚟到一道邊看到安用太山太海啊，就最後心肝真嘅爸爸看。其實今天來到這個道邊啊，行好過老太家講一下，這個好客藝術村地圖啊，講真嘅唔但只有客家文物咯，跟住看頭前還有一條年出名的三廟神法館一條，所以這邊呢其實都得看得到花蓮一道邊本身就有平天人啊、客家人啊、年出名啊，鄉下都一道邊嘅神法導演保用嘅一種藝術元氣都一道邊。所以啊，花蓮是一種非常好嘅素材，又非常多嘅文化大融合、大融入嘅感覺。今年哦，我們也歡迎到有很有融合、非常冇強人嘅線上總服務來到現場哦。唔錯，提前呢選來分享到藝術行強來相稱呢，陳立俠陳師傅，大家好。分享蔡天師傅哦。係哦，新師傅你好，就主評審哦。係哦，還有哦，金玉鳳七師傅。大家好啊，鳳誒，大家好。他感覺真正用花蓮幸福有好山好水好享受，大家做事吼做菜嘅時間都慢條斯理，哎呦，啊你阿妹嘅水要我下河，啊炒出來菜要冇強浪哦。哎呦，真勁哦！今年吼談講我準備嘅食材係咪冇強浪哦，因為好山好水好食材哦。好，來你看啊。來看一下，等一下我猜想一下吼，打開來試下吼，來打開來咯。哎呦，櫻花蝦，哎呦，這個是什麼呢？高麗菜炒櫻花蝦。哎呦，今年吼唔但講玻璃菜係主角，即跟櫻花蝦、櫻花蝦咪係主角，所以兩道菜是係櫻花蝦炒玻璃菜哦。冇錯，談起來呢，咩係嘅？很需要考驗功力的。因為呢，我們是用電金爐，但是炒高麗菜一聽哦，就是大火快炒，所以呢，就按有限制之下，還會炒以後噻，這就要考驗個人的功力咯。好，三號來呢，就來分享到今日參賽者，提前來分享到我哋特別係兩隻鼓手，係你風球記、老鼠根記分享。歡迎呢條，哎呦，你都咁正嘅，好誒，兩隻鼓手誒，係，還有吼，我就咱水哦，經驗吼非常厲害咯。黃太后、湯鳳嬌，還有振宇哥哥來品階咯，品階，哎呀，強哦，吼。現在看我特別嘅兩隻鼓手，真人都難得看到兩鼓手啊，做感情好，剛才天天輸出來誒，萬年黑。西鼓，萬年係阿嫂，太鼓，又係弟媳婦，哇，感情都好誒，懂好，哦，蘇根記呀，本來咩客家人，是，阿風條就本來咩客家人，看客家人加客家人加到客家家庭，要親上加親，係啊，難怪哦，感情安好呢。真嘅，太鼓作為乜嘅較好食咧？哦，吹飽，哇，天講誒，這是會下戰帖了哦，好想吃哦，下一集來做吹飽，哎呦，走對哦，走對哦，給吹飽吃中之後，但是節目有限制時間，必須有信心嘛，有，加油！記得我家下要講吼，做菜啵，做人最厲害，你做嘛嘅最厲害。哎呦，
爱请为炒面片，面片，哎，面片，哎，面片黑马盖，你看就唔地。嘿啊，面片就是那个面疙瘩啦，刀削面，刀削面的面片面疙，瘩哎哎呦，外省英式了，那是炒果，请福高的信上。嗯，给高中讲，一個係哪個面店炒嘅哈？你看好什麼？这挺好吃的。节目吼，从两斗俩下，最年轻、最后上诶！你大声的跟大家讲，你今年几多岁？几岁？今年几岁9岁， 9岁， 9岁。哎呦，动电音响，哎，他翻我白眼，你们两个好朋友，他很无聊啊。哎，你那个白眼是不小。哎哦，我觉得我们也会变好朋友。好啦，唔講，等一下我會比賽嚟，讓阿婆強下，有信心嗎？有沒有信心？有，有嗎？有，手這樣子，有，預備開始，有，哎，最對，大聲的一次。好啦，馬上我來進行嘅對唔別關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嘴的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，雖然係雅福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福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福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今天我來搞嘛該？哦，今天玩什么？又有小朋友了。小朋友，那不然黑白菜好了，黑白最簡單黑白了。菜你会吗？会吗？会哦，好不好？好，OK。我想说，如果跟你玩的話，要比翻白眼的話，他就贏了。然後會贏。好，好，開开始，姐姐了哈。要跟我玩是吗好，準備？OK，咯。预备开始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。會難過嗎？排 C 呢？排 C，排好，沒關係，但是 C。你很厲害哦，你玩到好幾圈子。對啊，真的厲害。好，那接下來我給你看成人版的好不好？好，成人版，成人版，黑白菜。成人版。好，成人版。快版的哦，好來。好來，黑白菜，黑白菜，男生菜，男生菜，黑白菜，男生配，黑白菜，男生配，黑。动作好快哦。我輸了，我贏了，對不對？對，1比1，1比1。現在最後一把來，換你咯還有一個。沒有啦，你們兩個贏對贏贏的。對贏的。好，一对赢了啊，这样好緊張哦。不會安緊總呢？係啊，不是緊張。那安厲害，哎呦係啊，。那慢慢來動，不能嚇他哦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黑白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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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是配，黑白菜，男生也是配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用败就可以解決了。好，等一下就先對雅組開始哦。好好，哎，你準備雅組出來，我發現除了櫻花蝦之外，還有這個。哎，你看馬蓋，秘密武器，該不會是豬油？哎，超豬油愛。好，這個是秘密武器，是不是？是不能講太大聲不能講太大聲。小火先避標，嘿，好不好？先別別，嘿，哎呦，以西可惜，好，對不起，我是我的錯忘記了。，我的錯。好，哦，真的哦，那可以扣掉一點時間。小火慢慢煸一下。哎，如果該射火吼，差不多會幾多射啊？當差不多按就做對了，差不多中火啦。這樣子可以嗎？中火對對，可以給我盤子嗎？白好，盤可以，子。白盤白盤子，要避標水油啦。係要煸哦油。天哪，給朱輝人家講頭擺色咧嘅豬油泡，對不對？哎，走走走。哎呦，我形容咩上到吼，了頭出來，佢係要嗰下本身地圖吼，是係用豬油嚟炒炒。嘿，那你客家人吼，可以，一天來煸豬油，啊，頭擺吼凍苦啊，抹沙拉油啊，哦啊，頭擺就豬油嘛，啊，豬油就了，這就炒出來咧。啊，你做菜包做嘛個都會用豬油，嘿，安樣下香。配後配油的配加那個姜麻片這樣子。哎呦，哦，哎安樣下嘿哦。哎，新師傅該下哎，要師傅講講又講煸個媽煸個姜麻啦，姜麻煸出來姜好香。好。哎，姜麻下香。那強下邊係嗎？哎六不要，我沒關係，我第二棒，我們接下去，他們兩個可以3、講。 2、1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你要暫停1分鐘哦，我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講了口音哦。好，好，我給我切菜是第一棒，咱先切，我切片還是切嗎？哦，切了，好來切，啊，好了你是切的。啊好了切，計時了，計時哎等一下哦，計時了，來切的以後嘞，浪費太多時間了了。啊！好計時，開始，皮豆，泡皮豆，泡皮豆。哎呦，慢火！哎哎，呦，我幹嘛要這個啊？沒有，泡也沒了，你聽喺哪哦？你聽喺哪哦？我會切片還是切嗎？啊，做攏做得啦切做，的。好好好應，該是切片，因為切我有大便宜嘛，量有冇都唔差大量嘞。你帶嘛個？順條啊，我切好嘅有冇拿來咯？哎呦，
莫老紧，莫老紧。我发现大家 T100楼的师傅都知道要怎么样取消张伯谦哎，哎，很厉害。陈师傅刚刚东来顺后个切片，哈哈，你都唔猜嘞。唔出嚟。慢活嘛，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切片。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这样过，差不多嘞，先不要用哈。哎， 2分钟2切完2哎呦份哎蒜来快火，快火。快跑快跑！可以使火時間到，对，莫啦，還要時間，還要時間。太大火了，按照時間，因為我時間冇咧，你時間冇咧，你要難冇？太大火。 240係水台，好，好不，容易了。有乜事啊？全副병下去冇？哦，不用了。然後喊我병嘛計，等下啦，莫別好啦，有冇人買咧？不給邊啊？做啊？要錢啦，跑邊？跑邊跑邊。 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跑邊？跑到咧，跑到咧，跑到咧，好。这样动作就这样。好就这样其实你一开始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摸到按头，你真的做不来。哇！有人会怕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在这边挡着。你各位盐酥鸡开店喽！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哦利其器。哎呦，你爱气的嘛，改气一点啊。嘿，马改气，没动气，气，人家透的气哦。好好好。然後喊我表嘛計，等下啦，莫別好啦。有冇人買咧？不給表。时间到。哦，跑邊？跑到咧，跑到咧，跑到咧，好。这样动作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其实你一开始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摸到按头，你真的做不来。该火的平台咧，不嘞，不嘞，黑掉了，蒜头要搅一搅，嗯，叫下嚟。搅一搅，对，哦，蓉蓉也很棒哦，阿婆蓉蓉都不怕油锅。你自家客廳有幾多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哦，該玻璃水先走得溶。走在前，建议你们要不要把蒜头有烧焦先弄掉，嗯，先因拿为爆香不能用最大火，来拿起來。要不要先用？会变蒜片哦。对， 6、 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开始做，开始做，开始做，繼續哈，繼續。 2个一起哦。該嘛該，阿婆要認他法哈，低度动啊，好好，低度用这位帮头，當地。加油哈，大家都做来哦哈，哦，哈，加油加油加油啊就你自家嘅風發是好咧，好啦，好。要爱够标嘛？哎哎呦，不是就油油哦就好嘞油油的我们要用油而已，我只是要它的油而已。可是那个猪油泡很好吃哎，你要含细米我做得对啦啦，不过你要含中的是，含中的是它稍焦一点的。所以淑娟姐吃的也健康啦。评审你看我们的猪油现爆哎，嗯，天标哎有，加分，超加分榜哎，T100坤豆哎呀，猪油泡老葱花炒炒啊，标豆挑油好靠好食，啊，说上地了，我该怎么啦？我挑丝啦，用挑丝啦。挑丝哈，光秋节了哦，该下讲到猪油嘅时节了，那个笑容都裂开到嘴角了。真的。快到眼睛了。对啊就我觉得松一推，你就是爸爸妈妈那年代，迪亚德他们都对亚猪油泡都特别有情感，还有锅巴饭。嗯，你看他们的这个制服呢，是来自于哪一个团队？偷永村，我们偷永就是要拜吉安乡的归尾为稻香第一村。为什么叫客家第一庄？因为那边比较多客家人过来的。哦，嘿，有该错分的该片就要用永新村跳把就讲错分的。出后来的勇气要不要要用这个力吗？要，这样可以了。用了用了。好，那你记得把那个有焦掉的姜丝挑掉。好，好，爱用又香又香。很棒很棒。好，来，哦，它只要它的味道而已。哎呦，然后再好佩服哦！好，那你加油喽！好继续哦，好，哇，落去炒咧，哦，好棒哦！阿婆，你嘅玻璃菜看起來冇強人哦。嘿嘿，那个哦，高山的，高梨山的高麗菜，哎呦，醫生嘅玻璃菜係最香嘅。懂甜哦，甜脆脆啦，尖尖啦，係嘛？等工去買嘅，它長的当当一买哦，酱，尖，蜜紅酱，它甜嘛呢？蓉蓉，那个放在这边，通通放，然后放进去，好。放进去，通通放进去，哎，哇，因为有一丢的天啊，好好，我就买了那个9層塔，起身它，起前茶卖挺多，哎呦怎么办呢？
见人见他啊，刚好炒高丽菜，飙下落去安尼吼，哎呦哎，真好胜呢。哎呦，哦，你唔应该真紧摸看到吼，嘿炒玻璃菜嘅水姐不用1000塔嘞哦。所以你都要给秘密武器系注油，俺都给秘密武器摸出系7000塔了。倒落去，哦，係鮮味炒菜啊，还有个副这份，哎呦，该挑米圈系配合的哦。哎，好嘞，啊，没有赖哇，钱，蓉蓉好有架势哦。好，我们过去看，差不多了。不要的就不要放进去哦。哎对好，你驚怕啊，變到水，好，這樣唔會糟蹋。我開太火嘞，有最忙否诶？忙嘞哈。過2分鐘哦，2分鐘哦。好，哇，剛剛這個忘了下了。好，我們現在可以蓋下來。好，哎等一下該挑梅，我會挑嘛個東西啊。鹽就是對嘛。鹽胡椒粉，哦，哎呦，鹽胡椒粉，它打完之後对，而且要他赶紧炒玻璃出来，一天要打胡椒粉。可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地方在基本的那个基底的部分，對，基底，有微部分，人家真这真勁厲害。的很用心，真勁黑暗呢。那我該注油啦。对，一块石哦，你看蛋性低调，他们炸到有点那个焦焦，他们不是要这个，对，对，厉害厉沒有，害。他們是挑比較好看的，把椒挑掉了。可是他们焦的哦，要那个因为他们味道主要那个油，哎，油而已。哎，真嘅研發下講嘅嘅水要倒落去是什麼？哎呀，你昨天啊，金发哈个水，需要嗎？對，哦，可以对了，对嘛来对一点点，一点點。说的好，哦哟，哦好，好，哇，还真的是有还用锦上添花，西蒙尼上添花真的。你们太多秘密武器了。對，豬油秘密武器，櫻花蝦改水水秘密武器。菜梗的地方你覺得沒有熟，不要撈上去。好，因為因為兩隻師傅冇，摸結果係凍姜是摸熟嘅東西。哦，兩隻是是平常時家政版還會做乜嘅咧？弄尾啊，就弄飛弄尾，請啊就小老師去搞，要不要搞小老師？我駐村做面包，然後還有做月餅，弄油，嘿，哇還有寫書法哦，有還有做瑜伽，嘿，弄油。看你下嘛，耶！有牛呢，再翻一下，有梗的地方讓它朝下。你看那个汁的颜色，哎呦，漂亮哈，可以直接配飯。切葱花好不好？可以，走的走的，好，走。 30秒，30秒。 OK，可能要蓋子焖一下，一般葱不會熟。再焖一下，好焖一下，焖到熟，然後再上桌。倒出來出來了哈，好， 8、7、6、5、嗯， 4、3、你1，時間到。打水就有吃喝快啊，壓管低度，耐不卡米西看後色嘞。哇，梁池村呢，家常的米头，唔过呢都看到用吹当中都拿出了家里面的绝活的秘密武器了。然后呢就前唱太下了，对于爱风吹先来吃吃看呐，要吃多一点哦，因为奶的油哦，黑加鲜边的猪油哦。龙龙，你夹的那个不是高丽菜，哎，你真的是姜，这么好跟想吃姜啊？姜啊，这姜，高丽菜，甜控哦。嗯，这个是高丽菜，好脆，嗯，懂点懂车，米头和什么？这个是吗？嗯，嘿，猪油的清香，哦，所以俺有变个香菇，哎，香味。好啊，我顺便来生牙了，看到看吗？哈。好，来吃蓝队看看，来，那大家来。个玻璃水係梨山的玻璃水，很好哎，吃。这个是梨山的，哦，雖然吼冇用豬油吼落去煸吼，不過阿婆吼用香菇啊，好，你点头啊，好吃哦。哦，胡椒粉是中中药店买的，所以咱就嘅胡椒粉咪冇強濃哦。哎，比较香。踢完呢，两下呢对下港省为米西，先唱品正行上了大分数哦。第一半呢，先来抢列陈师傅抢分分数。哦，好，冇要緊，好，七師傅搶半分數。哇！好来前向陈师傅公平哈。哎，其实啊用猪油炒的吼，真劲清香，也出来古早味的味道啦。对，哎，古早味的味道哈。那樱花虾其实有白度，哦啊咸淡嘟嘟好，适合你客家人的个味道啦。兩片高麗手攏差唔多，我料出吼，記得料出係按照家常料理好味道。俺愛上愛係個九層塔，真的繞街錦上添花，繞街高麗菜，炒在一起真的是味道有。九層塔好香哦，有食到冇食過嘅梅頭梅都也頭是，出來。嘿，所以俺
不尼亚片，两片都走动哦。好，刚刚呢呀，第一个俩关帝度呢，一毕业，杭州的，等下呢休息一下，就看下今日齐师傅要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，今日就看下齊師傅帶來乜4個料理教大家咧。哈冰蟹醬奇異糖，哦，哈冰、海椒，一口蟹就是在一起，糖嘿避风糖嘿按用饮嘿，该豆酥、蒜头酥、葱啊，你啊面粉的话爱铺的，要蘸酱。好 ，OK， 按用食材大家都啲啊，哈。对嘞。避风糖有没有挑战9分钟10分钟， ？10分钟没有，林大哥摇头，没有这回事。跟10分钟很像的，就是洗分钟啦。哎呦，洗分钟做的吗？分重，做的。我的手都在流汗了。那就是准备好了啦。哎，马上我继续开始。看你会不会超越自己啦？哈。好。切安家的哦。冇啦，我还有两道嘅红呢。系啊，你学完你会切很慢。哎，对，所以我想要慢慢的。你惊惊啦！我来问一下哦，淑娟姐、然后凤秋姐哦，你豆腐哈给学姐，也会吃这个一口蟹吗？唔会呢，冻少呢。有冇讲？他刚已经冻少是的呀。他赶紧开始是会散啦，海鲜比较少。你俩片咩冇好买啊？系冇好买啊，法莲吼冇比较少这种。跟黑都南方澳给岛边很多啦，我们吃到是在南方，尤其是一口蟹，系啊，很少看到，很少听到。我甲讲一下吼，假时候记得吼。比较少，还好少些该海鲜哈，做那种嘛该东西都会代替。猪肉没做的呀？哦，猪肉嘛做的哦。猪肉那个猪里脊，你跟它切成那个正方形，也可以啊，变成避风塘猪也可以，对。啊，俩一口蟹吗？俩系面粉。面粉是面粉吼，莫买个其他的东西哦。莫，这样时候。酥炸粉一下。酥炸粉基本老鸡也该蟹要爆起咯，含唔好。啊，我们今天做的料理系面粉有粉嘛个面粉吗？低筋、中筋都做得，哦，就面粉就做得就。哦。好啊，就。哇！会拍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在那边挡着。你刚刚盐酥鸡开店哦。厨师帮我期间，有帮你弄。收尾的地方。收尾是摆盘时候咯。你快去调料干哈？调料干哈？我去餐厅，我是4000。哦，4000，好4000的呀。哇！会拍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在那边挡着。你刚刚盐酥鸡开店哦。不是讲，不会怕。然后我是挺危险，嗨，杨爸，我冻好是该破锅来冻死啊。冻素啦，素啊用啦，用。蓉蓉，你看，其他就碰起来的嘞，抱起来了。刚没有破。好呀，狗油一下。你把它那破下去了哦。所以干面粉不是过筛啦哈，不是太高啊哈。哦，因为肉掉吼颗粒感啊反而比较好。啊俩先用俩油啊。下脚啦。是因为我们有今天真的很快哦，10分钟嘛。要给我分钟哎，10分钟，10分钟妹妹，厉害哦。好。哇！很慢出嘞。虾皮蟹酱都跑出来了，可是那个油要很小心哦。这叔叔有练过哦，小朋友不行哦。品杰喜欢吃炸的这个小螃蟹吗？他没有吃过，没吃过，没吃过。别用，哇，要抱出来油，嗰種要開晒你，家嘅前面都要到嘅。啊，你係豆酥，哈。這要炒避風塘，太搞坤整來哦。觀眾們有沒有看好了？這個呢？蒜頭，好厲害豆酥加蒜酥就是我們炒避風塘，對。差不多係1:1係嗎？係差不多。啊，你有冇㗎？呀，大家都知呀，哦，挺厲害的啦。可是徐師傅老太卡講一下，因為炒避風塘是其實中的家庭都有，對不對？沒錯。他的技巧讓觀眾朋友知道一下。佢炒曉了，從安照有做唔得平動，不一照就炒了。可能炒照嘛。但是也不能都沒有是嗎？係要剛剛好。啊佛呢？誰佛？台佛啊，也攪機。啊攪機。台佛，攪機哈。而且湯，多加一些糖。
是我都没有再加那个味精啊，所以我都是加糖。啊，通诶，哦，我想請問，我加胡椒粉冇？因為有酥炸。啊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我拍下胡誒，拍嘅，拍嘅因为俺好拍啦。哇！像了天你冇冬日我是嘛加，我你嘛加。你嘛解？秘鲁，哎，都地嘞哈。还有哇像俺搞的时候嘞，哎呀，安家了，時間才5分半，你要挑戰自己哦。上一次5分47哦，啊，你趕快剩一點時間。好的，等下掉起來哦。好的，哇！按酱哦，好哦，安妞就完成嘞。按酱按酱。两次吹呢，可以了，懂想颜色了。嗯最后有一笔 mark 9万呢。嘿，所以待会呢，养的就是俩，嘿鼠的就是是 mark mark 9。哪有数？哪有数？我输，我你输。输。好啊，先来出题目。用白银分解高丽菜炒的时节，保持机的甜到脆。哦A 让油下锅 ，B 加盐卤一下哦哟，A 还 B 呢？等下阿婆就我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猜拳。哦，要猜先拳，来猜拳。我已经把教一点哦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要选什么答案呢 ？B。哎呀，第六选 B，俺就吃手对选 A。某老劲啦，等一下哈，就算输了还有 B。还有秘鲁。好啦，请公布答案。答案是 B。耶！怎么个嘞有？没？洗好的高丽菜有冇？用到半匙的盐巴，稍微卤一下，用粉种，分解盐巴逼出高丽菜的水分，因此记得保持高丽菜甜到切。哦，用盐蛋呐，就输在那个剪刀石头布了。好好吃哦，放口吃呢，哎呦，你莫心动。淑娟姐，哦，凤秋姐真的太故意了。放口吃都真的。该不会尬紧办哦？他就告你吼，有没有跟人家羡慕？哎呦，东河血的 Q 看看，这一定会呀，会呀，吃起来的感觉很呢？香哦，哈，很香，很像哦，很甜。很香，很香。冬天。可是呢，安利吃下生魔海呢，最主要是都给它蟹壳素，给冬瓜的营养给它吃做补充钙质。好，这个然后是，而且这颜色有一笔 mark 9万。好，什么事情嘞？上好了，又要闭嘴喽。品酒哎，加油加油！讲加油，来说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好可爱。好，水的金行最不迷，管你闭嘴喽。爱是太祖谱，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言語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款的吼，好睇下分數1-1哦。你一下最尾吼打開落去吼，大家可以猜上一下到底係乜嘅東西哦。其實都簡單啦，好咯，大家開一下。快肉，哎呦，三肉。好，哎，你試嘅係講快餐，不過講真嘅呢，你喺快餐種料好啊，動托蔬菜哦，天隨着天意呢，就係其中嘅嗰種沙子嘅體型啊，比較排水凍好嘅蔬菜，而且大家有啲買菜花都啲呀，嘅快餐呢，佢係凍高精節加做不冇咁便宜，像一般呢做不來。就千英常走在學的哦哎，。沒有到那麼嚴重，但是呢，其實係比一般的強菜較貴一些咧。哎，好。哎，不過吼，今年吼做啲用散肉去做乜嘅料理咧？做炒飯啊，哎呦，很簡單嘅炒對，飯。啊，你簡單的炒飯，快餐甜姜姜黃炒飯，它就天用哦。彩虹。彩虹。彩虹，只有颜色彩椒啦。哦，哦，要怎麼做？等下吹吹老太太講一下。所有的材料哈，都會切丁，切丁，對，然後蒜頭爆香哈，蒜頭然蒜後頭表秀。調味，然就後呢是鹽呐，然後最後就是加這一些材料這樣。彩椒這邊落地對啊。OK，出題目問他團一下。煮上海會改善了哈，
细沟头哈，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哈？天家啊，吼，黑里肚啦，黑里肚天家啊，就是黑唔出来啦。好，再选猜拳，猜拳，品杰，来改一下哈，来都改一下哈，输了，我们这次转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剪剪刀石头布，帮蓉蓉一下。好 A 还 B？还有，好，你觉得是 A 还是 B？你觉得这个山药吃太多的话会拉肚子，还是没有办法上厕所？阿婆妹走在回答了哈，便秘哦，嘿，便秘系啊？ A 应该便秘。便秘哦。好 OK，你相不相信阿婆？啊，相信他。好，那你帮我拿 A 还是 B？好，我们只能选 A 了。好，呛总部大伯。因为我没有吃过。正确答案是 B。耶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它煮熟的山药它会收涩的那个症状哈，所以说吃多了就是会便秘。它有这种收涩的作用，对不是呢，佢會將聽日體重低度嘅這種潤滑劑，不是呢就不會嘔唔出事，唔怕。恭喜蓉蓉，你有90秒了。哦，那問題加款，拿給大家看。才30秒。好，然後就水來進行，俩水杯面一關閉塞咯。加油！那就先對下個法則開始。還有問問題有問嗎？愛咸炒飯要海咸炒料料，，嘿，二咸炒飯哈，先炒飯，先用料哈，酸條先先煸煸好，當中飯，再用料，然後中調味嘿。啊，姜黃，哎呀，对，其實剛才沒有跟大家講一件事情，淑娟姐有冇搞開穿腸？又燃哦，安妮哦，嘿，不看那个台菜、中菜、海鲜，弄有，安妮哦，海鮮摸啦，就一般的客家料理，哦，阿家料理，呢阿家料理甜甜，飲食夠咧，今日佢開餐廳飲食夠咧，那孔家片好嗎？好，好嗎？那邊都孔家片好咧，好，來，我先切，哦，兩碼嘅豆兒，兩碼嘅豆啊，安妮兩碼三嘅豆馬上兒。講嘢啦，哎呦，安妮開到，哎呦，該不會係七師傅？係麼？又好切麼？哎呦，緊緊很利呢。哇，我們你切零要先沾一沾水。錢呢？阿婆有冇咁問題有問嗎？你就嚟講吧。阿婆講吼，嘿一凍勺吼嘿是該涮肉。山藥，來，等一下我切好的，品杰你幫我放到水裡面去好不好？對對，這都是切好放到的。水裡面，用個水滴擺，哇，安妮哦，保鮮便當都用切的呢，哎這都是厲害的呢。所以已經聽我講吼，嗯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哦，利其器。哎呦，你愛氣係嘛？該氣啲啊，嘿，馬該氣，你咪動氣嘅氣，你要多嘅氣哦。好好好。我哋來看改片啦哈，來，切到哪邊咧？切多，紅椒，還在紅椒，有一波油哈，大家要白菜和刨皮哦，我先用這個好。好，蒜頭，蒜頭應該慢切。我看唔看嘛？啊，唔過我慣用那種頭。哦。剛剛已經討論後戰略了哈。啊，廚師幫我時間用翻用，我們想要用在什麼時候呢？收尾的地方，收尾地方就是擺裝盤，這叫收尾，是因為你快調料幹哈？調料幹哈？什麼味熟不熟的時候，愛跑到你快餐檔，唔是廚師幫我收尾是擺盤子好咯。我快餐廳我是4000的，哦4000的啊。記得調橄欖誒，調橄欖4000的，調橄欖愛條先來看改片啦哈。好 OK，安子先。你有先處理下冇動。兩枚。砧板白，人家叫你切到少啦。很吧。好，等一下，主要就換你來做咯。 6、好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時間到。好，阿婆抓下準備吼，等一下吼，品杰把河入後吼，豆媽入後吼，我就是做在炒嘞。哦，這一次算是你替代完全的來，算是掌廚哎。係啊。兩管低度呢，做的本你特別特例的來協助蓉蓉。蠻好哦。對，你們要展現你暖男的一面。好，沒問題，我先學習當爸爸。哇，你們看品杰扒的有沒有很漂亮？呀呀，算是耶。很乾淨呢。剛剛那個頭哈，挑哈，繞木有木哎。哎呦，按波油，哦，是聽到聲音而已嗎？有斷嗎？摩切團啊！哎呦，就上海台上對了哈，走對了。我都要看你下片啦哈。好，因為你
过去有点吵，你留在这里，拜托。终于有清静的时候。对，那就换阿婆有点觉得有点吵。要给跳吵的发要滚的老给忙啊还呀。拿这。你们实在是很可爱呢。对。阿婆係國小嘅老師哦，線上哦。冇啦，線上嘅打農糧打下衝啦，農街臭年草怕，臭年草痛。不行啦，你不要這樣笑我好不好？我沒有笑你啦。手短腳短，叫我做草。好啦，我飯都冇咧。因为你过去有点吵，你留在这里，拜托。终于有清静的时候，给跳吵的发要滚的老给忙啊还呀。阿婆係國小嘅老師哦，線上哦。冇啦，線上嘅打農糧打下衝啦，農街。阿婆哪唔樣？阿婆哪唔樣？唔，你講我打嘅時候抹下，好嗎？或者是你叫打的時候，我自己打。對，你就負責開心就好了。好，我哋去另外一邊看啦。但是很可愛呢，你們呢？炒飯了，炒飯咯。不用緊張，因為薄切摸啲呀，唔會都翻譯。唔會都翻譯。雙條街有逼到冇？有腳冇？有逼到冇？其實雙條炒飯都當香誒，有乜嘅訣竅冇咧？炒飯就係雞飯種的煮條面啦。所以剛才油應該沒有下太多。沒有。OK。所以像我們炒飯時就冇，唔可以用鉗。對，這樣得蒸，要用鬆，可以用這個啊。對，撥鬆。或是用湯匙這樣。快嘛，撥鬆，不要壓到米飯這樣。溫柔對它，因為我們今天在花蓮，慢慢的哈。風菜也會壓到。只能一個人做哦，哈，一個人做。哇，好優美啊！鬼頭呢拿去總單做不用一直用，不能壓。撥，看一下哦，翻面哦，翻。好嘞，我飯都冇咧。好嘞。姜黃好，加油哦，過來哈。姜黃好，換下去炒。好吧。哇，阿婆起來了！阿婆起來了，來，不你，阿婆起來了，厲害。把它平均，因為是阿婆看不下去了，我訓練，哎嘛，平均要受熱一下，來，好，對，阿婆來了。 OK， 炒一下，哇，好會炒呢，妹妹你很厲害呢。記住了，炒動力好哦。哎，你都要做啲門機一個問題哦。哎，蓉蓉，你啲涼拌哈，不是我們問嗎？這個山藥，好，你來問問看，山藥為什麼要浸到水？上面會有黏黏的。啊，上面會有黏黏的。那如果不碰到水裡面，它會變怎麼樣？變色，會變色。嘿，動好。你再撈佢講，我加埋東西。好，你撈佢講，嘿。兩下，阿佢邊你拍。姜黃嘞，哎，你那邊。來，你幫我倒進，這樣全部平均的倒下去，平均的倒。好，好了，好膠啊。好，我先幫你一開始炒哦，等一下換你哦。哎，廚師幫我做對了哈，哎，對，你們有90秒哦。你們時間很夠，要不要用？廚師幫，不用。哦，10秒是會問阿婆嚟哦。沒有廚師幫我要不要用？要用要舉手哈，好不好？他想要炒啦，他想要炒。好，可以了，換你。好，對。 7、6、哇，好厲害哦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昨天臭年炒怕，臭年炒不行啦，高度會跟品杰一樣。你不要這樣笑我好不好？我沒有笑你啦。手短腳短，叫我做草。兩下嘅師姐喊我做嘛嘅挑米，雞粉，染，慢慢來，我們全有找進度來。你們有廚師幫我。哎呦，拌勻吼，該半個色澤吼，平均以後吼，所以本廚師幫我來撈佢幾塊梅頭，好嗎？好啊。那你們我們要先過去了。你有蓉嗎？好，來都要先過去了。好，先過去。好，不休息一下哈。哇！我們要不要來用廚師幫我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來先拿先氣候，來一起講。向下講。來，廚師幫我。計時開始。讓佢吃米頭，拜託一下。吃米頭。只有30秒哦，吼。好，來。 50秒了，50秒了。
鸡粉还没加哦，还没鸡粉在这里。你都要给鸡粉，然后然係水妹長喺邊哦。係好好好，那就好倒數嚟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時間到。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讲他们，老記得好，我做乜都做啦，做乜都做啦，聽咧，你做得講，做得講，做得講。摸了，好，我们盘盘，我等一下干。是什么？要加多少盐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锅子要动，锅子要动，锅搞来锅爆。两多加一些。哇，好厉害！你们2个都很会放心啦，他是 ，OK 的啦，家政班。家政班的。好，等下就盛盘喽。好，好，你有厨师帮帮我吗？好，厨師幫幫等一下，等我。一下，等一下，妹妹呢？你要大聲的講。你看這上面寫“廚師幫幫我90秒”，大聲的對前面講。對，厨師幫幫我。中不是先氣好了。阿婆從技師開始。還有好，來我們這邊。哇！哇，你要不要嘛改？山藥係啊。山藥、誒，還有嘛改？彩椒、彩椒，係，含油咧。你要問出油啦哈。不夠。哇，那是谁切的椒啊？那個椒，那個我哪一個切的，难怪切成这样。我切菱形的耶。漂亮。好食嗎？試過30秒哦。最後，它會加雞粉嗎？唔是了。然哎，全部煮好嘞。它是好的。鹽巴也剛剛。通愛嗎？很會。唔是嘞。我半雞就點焦香嗎？規該粒粒分明啦。哦，粒粒分明。嘿，麗麗今天沒有來啊！麗麗今天沒有來。今天沒有來。今天沒有來。好，30秒喽。哦。品杰，海雷丽很哦，長大也這樣子學陳師傅這樣子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完成了。可以幫他盛哦，可以幫他盛哦。可以幫他裝起來。對，時間還沒到。時間沒6到。來。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潘總在擺盤一下啦，哈。擺盤。倒數。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水就有自測困難量管低度，那加上係你嘅體重鼓勵。這一關呢，其實呢很不容易，裡面呢泰西卡都突破自己的困難點。這邊呢要給蓉蓉跟阿婆一個掌聲鼓勵。阿婆懂跳哦，很有參賽者的運動家的精神。好，但是呢 ，Q 用選對眼亮組誒選開始而生。哦，其實哈，阿婆哦，今年哈就一點點哈，因為太熱了，身體沒有那麼舒服，所以哈，品杰剛剛就跟我說，他一定哦，親自拿給阿婆吃。哦，感人，乖哦，好棒哦！阿婆，大家吃吃看好什麼啊？啊，白山的部分都加分的，都八溜哎。你如果喜歡吃的話，待會這整盤給你吃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好，我們換吃你們的。好，來，好，味道不一樣哦。夠油夠開好。好，吃同樣的嘞。你走那個。脆脆香香，嘿，懂车。阿公呢？看起來泰港味吃狗這顏色好像差不多，擺盤略略有差別，但是呢，調味的部分還可以夠加有氣加素啦哈。所以過後我們大家就要緊張的來評分了，好不好？那時間呢，就先向陳師傅搶分數。哦，好，齊師傅搶分數。哇，謝謝。來，陳師傅先公平一下。其實啊，風腿吼，甲伊炒的調味料吼，甲伊攏做了真好，然後甲伊擺盤擺得很漂亮吼，所以講佢韓的廚師做無窮量吼，加菜點做無窮量吼，所以說佢煮的吼，它有顏色較辣，吼鹹度嘛辣，嘿調味攏辣吼，所以說佢料腿啊分佢很好的分數嘿。謝謝。謝謝，齊師傅呢？無啊，我了兩片做動吼，因為你了，我可能係幾個刀工，你看你個刀工都一致，啊，你個刀工看按太低，哎呦，那可能是用錯刀了，又按用耶，所以兩片味道強弱，啊，我是控幾個新刀來做評分，所以是伯謙叔叔害的哦。幾好耶，對。等一下叫阿婆打我哈，打師傅啦。大
大家呢在这么天气的大挑战之下，去用完成的比赛，有输有氧，风吹得到的3分，男吹得到的1分，鼓手呢今日风吹得到3000的女加出去。恭喜！虽然吼风水真紧动力吼哟，不过吼今年吼是品节体育摆主菜哦，对，做得得到天空的建筑的烧烤锅，小心小来看前面，耶！有放喜吗？有开心吗？有开心哦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很难得的机会，唱到两支鼓手了，先唱《风球记老太阳》，分享一下要来参加的行程。要拜迄个体拜上节目，体拜都按党员的面前煮菜，请见早。他们工作懂好哦。对，所以今日来一片煮饭吃了请好告。谢谢，好告就好。好，淑娟姐嘞，俺妈体拜呢，俺妈一斤重呢，俺妈感谢俺姐姐，俺姐姐吼，昨天人来恐吓来比赛，俺妈没想到俺就会登名诶，俺就想过来又来参加，俺就一欢喜嘞哈。那希望太这个了在节目本来就机会来了片参加，希望太这个，谢谢。恭喜恭喜吼！其实今年真紧动欢喜啦，焕然到吼最后上吼，最后上，哎呦，亚当河呐呀，亚当河3000啊，3000要喊俺多啊！亚当河，比起哈那贵啦哦，亚当河，对啦，好，节目的精神，参加的心得。哎呦，创业的，对啦，弄掉嘞，哎呦，句句精，很好了，很好。我们最后上的参赛者罗一并吼品杰，今天参加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有没有学到很多东西？妈妈来了，哎呦，妈妈真的好高哦！真的。今年吼体育白第一次吼看到品杰啊这样做菜，给他打一个分数。他从不会切菜开始啊，什么都是0开始啦。对，今天哦，今年有除了切菜哦，他还有煮菜、炒菜都自己来呢。对啊，他真的很棒。转抖不好，绝对让妈妈疼熟哦，给妈妈帮忙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哇，谢谢。好了，也係最歡喜嘅結果。不過呢，其實參加了比賽時間有許多的克服嘅，不管係現場的臨場反應，非常可以講有天氣的限制。可是呢，都是蒙太嘎，都是盡了運動加精神，也蠻嘅來參加比賽，而且呢，沒得到最後的結果，阿婆沒動好也冇嘅哦。所以啊，假時吼，你夫君吼又買給做菜的神人吼，做得要少改一下哦。假時吼，你做得要多，愛對個節目當過吼。可以表現這個族孫之間的感情哦，或者是單純來拿禮物的哦，都可以來報名參加。冇錯，一家之主我帶你去慶哦，等你來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